大家好，好多謝大家咧親身買飛入場支持功夫女足啊！咁啊，大家期唔期待呢套戲啊？OK， 如果期待，可唔可以俾啲掌聲嚟聽下？OK， 我相信我哋幕後嘅團隊都聽到你嘅掌聲，我哋俾熱烈掌聲歡迎我哋嘅主創團隊真唱。好，我哋導演周星馳，演員梁家榮，迪麗熱巴。團隊盤咧，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好，香港嘅觀眾大家好，太開心啦，太開心啦！終於嚟到香港咧，咁我今日都係帶住峨眉隊嚟同大家打一個招呼先。首先，我哋嘅前鋒。大家好，我係電影雨包，我是在功夫女足裡面飾演8號前鋒運動員玉龍。咁跟住就梗係我哋最高領導人啦。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劉嘉玲。我喺呢套戲咧係飾演一個最高領導人嘅，就係斯坦。其實我期待咗好耐㗎啦，終於嚟到香港啦，喺大陸做咗好多場啦。咁成績非常之好啦，恭喜你啊！恭喜恭喜！咁啊，希望香港都係成績會好好啦，希望你哋多多支持啦，多謝。好，係下位。大家好，我係 Angel 胡安，我喺功夫女足入邊飾演喪彪。大家應該就會知㗎啦。大家好，我是雪野，在電影《功夫女足》中飾演灰飛的雪野，謝謝。好，就師貝啦。大家好，我係蔡思貝，我係戲入邊裡面嘅盲人隊姨媽伯。邊有咁靚嘅媽伯？我係上一代嘅輕功，今年唔飛啦，下次留翻下次再飛過嚇。我係肥一聰。大家好，我係張繼聰，今次我係飾演球證裁判，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thank you。熱烈嘅掌聲，我哋嘅主創成員們。唔好意思啊，情人節。哎呀 ，sorry 啊，褪開咗啲，唔好意思。唔緊要。我哋嘅編劇。大家好，我係 Miss Honey 何影璇，呢套戲嘅編劇，多謝各位。但係你都有演出㗎喎。哎呀，呢啲嘢唔好提啊嘛。一陣間會見到啊，而家咧就未播啊嘛，一陣間咧佢哋就會睇到，都可以留意下 Miss Honey 呢個喺邊個位出現啦。係啊，會見到嘅，會見到嘅。Miss Honey 同我好 friend。哦，大家可以留意佢呢句説話嘅意思，一陣間就會明㗎啦。OK，咁我哋首先同導演傾下偈先啦。導演你好啊，咁啊功夫女足呢套戲咧就融合咗呢個熱血啦、動作同埋呢個喜劇嚟嘅。你最希望咧觀眾一陣間睇戲嘅時候咧，第一樣會感受到嘅係啲咩咧？動作場面。動作場面。係啊，動作場面咧就我因為呢出戲咧係
我咁耐以嚟拍過最多動作場面嘅一出嘅啦，真係由頭打到落尾嘅。咁啊，所以係啦，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希望大家睇下，睇完之後俾啲意見啊，仲要啊。好 OK， 好咁，我想同嘉玲姐咧就傾下偈啦。嘉玲姐就我都未睇過呢套戲，佢哋都未睇，佢哋都未睇嘅。而家係我哋因為放映前㗎嘛，佢哋都未睇係啦。嘅。我睇過。OK， 有人已經睇咗好多次，知道係知道。你哋會唔會繼續睇多幾次先 ？OK， 好咁啊。阿嘉玲姐冇咁好彩，佢未睇到住啊！我哋遲啲會有得睇㗎啦。好，嘉玲姐。我一陣間唔使再做啊，我哋仲有做訪問嘅喎。嘉玲姐，其實我想問下就係咧今次呢一個功夫女中嘅合作咧最吸引到你接拍呢套電影嘅原因係乜嘢咧？梗係周星馳啦，哦，仲使問啊？喂，嗰個紅色 T 恤同埋嗰個鹹蛋超人一路都跟住我哋喎，其實。仲有邊度都係㗎，頭先見咗幾次㗎啦。即係基本上，就係咪做妹啊？啲全部都一班人嚟啊！有少少異嘅感覺嘅。移動得咁快咧，好似又快過我哋。哎，你怎麼移動得這麼快呢？頭先明明你有包住。係咯，行得仲快過你哋喎，好似係嘛？好啱聽到咧，有人喺度嗌緊熱巴啦，係嘛？咁我同熱巴傾下偈先，好唔好？熱巴你好，終於有機會跟你說話了。剛才我聽到，剛已經說了兩次。不是，我是說他們一直在叫你的名字，然後就開不了口。冷靜一下，冷靜一下。熱巴，這次你拍攝這個電影的最大的挑戰是動作足球，還是那個角色的情感呢？我覺得兩個都有，既有足球，然後還有功夫，因為兩個是加在一起的，我覺得難度也很大。然後其次是對於這樣的一個足球場上如何去展現自己情緒的戲，對我來說也是很有難度的。有觀多謝你幫我講咗呢個説話。好啦，大家應該咧就可以喺個電影度咧感受到熱巴嘅嗰個足球技術啦，同埋嗰個情感噶啦。OK， 咁我想問下張繼聰哥，聰哥咁長咯，我個名。係張繼聰哥，因為驚嗌錯，聰哥係兩個，今日有兩個聰哥。係。咁你今次咧係做呢個球證啦，係咪？係啊，係啊。咁我想問下，你覺得公平性緊唔緊要啊？喺你心目中公平性係點樣？係，我覺得公平性緊要嘅，但係點為之公平咧？就係我都係聽導演話嘅。咁所以導演話點樣為之公平，我就跟導演咯。係啊，咁所以拍嘅時候，所有嘅角色嘅反應啊咁咧，咁我都係其實我都係參照導演嘅演繹嘅。因為我都直情話導演我唔係好識演個公平嘅樣係點樣啊咁我就叫導演示範一次啦嘅乘機。咁導演真係好好喎，佢真係會示範喎。咁於是乎我就係跟導演咁樣咯，係。啊，好公平啊！出嚟嘅結果都好公平啦，係啊。你咁講咧，大家都好期待，究竟你點樣呈現你嘅公平？係啊，冇變過嘅呢個人嘅原則係。好啦，咁啊，由於時間關係啦，咁我哋咧就會影一張大合照嘅同大家。好，咁我哋請我哋嘅4月13號咧正式上演㗎啦，大家記得帶埋啲親朋戚友一齊再去睇多幾次。咁咧就我哋嘅主創成員咧就會繼續下一場嘅謝票活動㗎啦。